报道学台语啊，咱甲手动作相关的课录制第5集李条，这小姐的穿插有对时行，就是这位小姐的穿着入时咱下面拢共有4字要来选。第一字读做请，请要请人的请第二读做称，嘛会使读做称。第三字读做清，清洁的清。第四字读做十十岁的十22条，跋倒着伤，就要抹药就是跌倒受伤的时候要擦药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抹还是抹第二读做抹，第三字读做磨第四字读做配，配就是抱啦，就是地裤抱的意思叫做配。23条，囡仔摔倒咧哭的时，就要甲伊扶咧就是小孩子跌倒的时候就要去安慰他，然后就在看他那个跌倒的地方用手去跟他就是安慰扶的意思好，总共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要选的这字叫做读做妇道的妇辅仁大学的辅啦第二字夫的夫，第三字妇，这字妇的意思是欺负肉夫的妇，还是妇就是七的意思的妇第四字这字叫做扶还是会当读做抱啦24条，刀袂来时爱小甲划咧好，下面有4字要来选，第一字这字叫做发，步伐的发步伐的伐嘛第二字读做花花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刀咱莫温水大磨用打磨就对啦，叫做花花的花。第三字这字叫做缺是缺乏的缺第四字这字叫做回回。25条，你的手爱换互伊好，才袂跋倒，就是你手要抓紧一点才不会跌倒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读做花海花的花，第二嘛是读做花花头花尾的花，第三字这字叫做嘛是读做花，但是伊嘛听好读做换嘛会使读做叫做旱旱就是久旱逢甘霖久旱逢甘霖的旱第四字读做换就是咧换东换西的换好，感谢大家收听。